第17章驚天動地大爆炸，宋堅又嘆了一口氣。我到船尾，轉舵改行，將快艇向棄去宋庫的小島上駛去。沒有多久，那小島已然在望，月色之下，那小島看來像是浮在海面的一隻大海龜一樣。快艇很快地靠了岸，宋堅首先一躍而上。紅紅道，在船上悶了那麼多天，我也到岸上去走走。一面說，一面便要涉水而去。我一伸手托住了他的腰際，一聲斷喝，一運勁，將他向岸上送去。紅紅給我送在半空，嚇得哇啊大叫。我叫道：宋大哥，接住他。宋堅早已有了準備，在紅紅將要墜地之際，一伸手將他托住，放在地上。紅紅嚇得面都青了，但是他卻一昂頭，道：我一點不怕。我隨之一躍而上，道：誰說你害怕來？紅紅一轉身，向前跑了開去，叫道：教授，教授！黑夜荒島，我唯恐紅紅有失，連忙跟了上去。宋堅也跟在我們的後面，我們三人奔離了岸邊，約有10來丈遠近，尚未發現宋庫。我心中正在詫異，突然聽得泊在海邊的快艇馬達震天也似地響了起來。我心中這一吃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轉過身來，只見快艇已經箭也似向前面馳了開去。船尾上站着一個人，正是宋庫。不消說，那是宋庫早已發現我們向這個荒島駛來，所以他便隱伏在海邊，等到我們都上了荒島，他便靜悄悄地上了快艇，要將我們留在荒島之上。在這一剎那間，我們3個人全部呆了。快艇前進之勢極其迅速，轉眼之間，深藍色的海面便只見一條白線而已，而一眨眼間，那條白線也不見了，馬達聲也早已聽不見，四周圍重又恢復了寂靜。問號一會，宋堅才嘆了一口氣。我知道宋堅必然會感到內疚，忙道：宋大哥，在這個島上是不會死人的，白旗位尚且能設法到泰肖爾島，我們怕什麼？宋堅不說什麼，只是一個轉身向外走了開去。紅紅低聲問我道：他作什麼？我也低聲答道：他因為兄弟不肖，心中十分不快樂。我們且別去打擾他，先去觀察一下，這島可有能供藏身之所？紅紅道：其實也不能怪人家，這叫做現眼報。我聽了不禁失笑，道：紅紅，現在你開口比我還粗，什麼都會說了。紅紅也笑了起來。我們兩人向島中心走去，那荒島大約還不到1英畝大小，但島上卻怪石嶙峋，頗有荒山野嶺的氣概。我們在一個石洞面前發現了尚未熄滅的篝火，那當然是宋庫留下來的。我和紅紅兩人在篝火旁邊坐了下來，紅紅撥大了火頭，又加了2塊木柴上去，道：表哥，你聽到白素會來，一定很高興，是不是？我想了一想，道：是的。紅紅一笑，道：那個白旗偉居然也對我大獻殷勤，但即使是美國人，也不會喜歡像他那一類型的人，輕薄的很。我心中不禁一動，道：那麼你喜歡什麼類型的人呢？紅紅怔怔地望着火舌，忽然嘆了一口氣。紅紅居然也會嘆氣，這當真可以說是天下奇聞。我不去打斷他的沉思。紅紅呆了5分鐘左右，才道：如果我的希望不落空，那麼我想我們在天明之前一定可以離開這個荒島。我不禁愕然道：天亮之前怎麼離開？長距離游泳麼？紅紅神秘地笑了一笑，道：不是，我並不去追問他，因為我知道紅紅的脾氣，即使你不追問他，他也決計忍不過10分鐘的。果然不到2分鐘，紅紅又道：表哥，你說坂田教授會不會回來？我一聽得紅紅如此說法，更是莫名其妙，道：他既然將我們拋棄在這個島上，如何還會回來？紅紅笑道：
他會的，我不想與之再多爭執，站了起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宋堅叫道：你們快來看！我和紅紅兩人一齊循聲看去，只見宋堅正在一塊大石後面，向我們不斷招手。我忙問道：什麼事情？宋堅一揚手，映着日光，我只見到他的手中泛起了火也似的一團東西。我對於珠寶玉石有着很深僻的研究，我祖父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曾經是江南一帶珠寶業的權威。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祖父早已退休了，那時時常有人鄭而重之地捧着名貴的寶石來請他鑑定質量，因此他便將有關珠寶方面的知識都傳授了給我。而當時我一看到宋堅手上那火紅色的一團，我心中便吃了一驚，那種光輝，那種色澤，正是最佳的紅寶石所獨有的。我連忙連奔帶跳，趕到了宋堅的身邊。宋堅一伸手，將一件東西放在我的手心上，我攤開了手掌，那是一塊核桃大小的紅寶石。這時候，紅紅也已經走了過來，他一看到那麼大、那麼美麗的一顆紅寶石，竟神經質地叫了起來，令得我和宋堅兩人都以為他會因此發狂。我五指收攏又再放開，紅紅道：表哥，給我揸一揸。寶石的確具有吸引力的，那吸引力並不全部在於它的價值。好的紅寶石固然價值不菲，但是我宋堅和紅紅都絕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但是那塊紅寶石對於我們來說，還是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我將這顆紅寶石放在紅紅雪白的手掌上，我們三個人望着那艷紅的，但又毫不妖冶的寶石，好一會不眨眼睛。過了好久，我才道：宋大哥，你是在什麼地方找到的？宋堅向地上一指，道：在這個草叢中，我想找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來到這裏，踢動了一塊石頭，便發現這顆寶石了。紅紅道：我叫紅紅，既然發現的是紅寶石，便應該給我。我笑了一下，道：紅紅，你什麼都講究洋化，為什麼沒發現紅寶石時，你就不講了？如果你的名字是路比的話，寶石才應歸你。紅紅道：我不管，這顆寶石值多少錢，我可以照付。宋堅道：別吵了。我一揚手道：不行，拿回來。紅紅不肯將寶石給我，猛地向後退去，在他後退之間，他的後跟又踢在一塊石頭上，痛得他哇地一聲叫了起來。然而紅紅只叫了一半，我們三個人都一齊驚呼了起來。原來紅紅的腳跟將那塊石頭踢得翻轉了身，而在那塊石頭之下卻有着一塊藍寶石。那塊藍寶石的顏色簡直比秋夜還要深邃。紅紅一俯身將它拾了起來。宋堅忙道：只怕還有。他一面說，一面走向前去，一連翻過幾塊石頭，果然在第四塊石頭之下又找到了一粒鑽石。他還想向前去找時，我心中一動，陡地想起一件事來，叫道：宋大哥，住手！宋堅回過頭來，道：為什麼？我道：宋大哥，宋父在這島上有5天之久，何以這些東西他未曾發現？宋堅道：壓在石下，他未必能夠找到的，我們找到也是運氣而已。我道：宋大哥，揸門還是小心一點的好。紅紅哼地一聲，道：小心什麼？我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危險的地方。宋堅也道：是啊。他一面說，一面又向前走去，走出了6、7步，又找到了一塊寶石。紅紅也跳跳蹦蹦向前走去。我心中總感到十分疑惑，覺得那些珠寶這樣容易發現，其中一定有着什麼不對頭的地方。但是我在急切之間，卻又實在想不起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頭。我看着宋堅和紅紅兩人越走越遠，聽紅紅不斷的發出叫聲，可知道他們一直有着收穫。我眼看着他們
走出了30碼開外，已來到另一塊大石的附近，只聽得熊熊道：宋先生，我們推開這塊大石看看。宋堅道：好。他們兩人4指手已經按在那塊大石之上，我一見到這等情形，心中陡地一變，想起了一個可能來，立即大喝道：住手，後退！熊熊十分不滿意地轉過頭來，道：表哥，你怎麼啦？我一面向前趕去，一面道：快退後，我再向你們解釋，快，快！宋堅猶豫了一陣，向後退開了幾步，熊熊雖不願意，但也跟着向後退了開來。我道：你們看到了沒有？你們所走過的路，掙找過寶石的地方，成一條直線。熊熊仰頭一看，道：是又怎麼樣？我道：熊熊，虧你常說有偵探的常識，這還不明白？那些東西是故意留下來，引你們走向那塊大石的。熊熊攤了攤雙手，道：我又有什麼損失？宋堅的態度卻和熊熊不同，他究竟一生在江湖上走動，老江湖的經驗使他覺得我所說的話大是有理。他向熊熊一點頭，道：黃小姐，我們再退開些。我們3個人一齊站在離那塊大石千來碼之處。宋堅和我互望了一眼，我們兩人都在地上搬起了一塊10來斤重的石頭。我又命熊熊退開了些，和宋堅兩人一齊將手中的石塊向着那塊大石疾拋了出去。兩塊石頭帶着勁風向那半人來高的大石飛去，只聽得叭叭兩聲，石塊擊在那大石之上，令得大石搖動了一下。也就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只見火光陡地一現，濃煙冒起，緊接着便是震天也似，轟地一聲巨響，大地震動，群石亂飛，簡直是世界末日一樣。我隱隱約約聽到熊熊一聲驚呼，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和宋堅兩人實在都絕無辦法去照顧他，因為這種變故雖然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變故卻來得太快，實在令人措手不及。任何人在這樣的時候都會突然呆上一呆的。一個變故既然來得那麼快，如果有什麼意外的話，在人們呆上一呆之際早就發生，要搶救照顧是絕對來不及的。地動石搖只不過是一剎那間的事。我和宋堅一定過神來，只見熊熊正在振臂高呼，實是他的心情太激動，所以才會出現這樣反常的神態。我趕了過去，着實不客氣地給了他一個耳光，他才靜了下來，定着眼睛看了我好一會，才伏在我的肩上，哭道：表哥，你救了我的性命，你救了我的性命。我點了點頭，道：是。這時候宋堅也來到了我們的身旁，我們3個人一齊向剛才宋堅和熊熊兩人想要推動的那塊大石看去，只見濃煙散處，那塊大石早已4分5裂，而且被煙熏得十分黑，而地上出現了一個足有3尺來深的大土坑。我們3人相顧駭然之餘，我道：這是一個土製的地雷。熊熊道：是胡克擋埋的。我想了一下道：小姐，你對於這類的經驗太貧乏了。土製的地雷，若是2日之內沒有人觸發，火藥便會因為地面的潮氣而失效的。熊熊睜大了眼睛，道：那你說這是教授？我不等地說完，便道：對了，就是你尊敬的那位生物學權威的傑作。想不到他還是一個游擊專家。土製地雷靈敏度如此之高，的確不易。宋堅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想是他心中驚到了極點，道：這畜生，這畜生！我正勸慰宋堅幾句，但熊熊卻以雙手插腰，氣勢洶洶地站到了我們面前，道：表哥，剛才那樣的爆炸要多少火藥？剛才的爆炸並不是烈性炸藥的爆炸，也不是硝化甘油的爆炸。如果兩者的話，我們雖然事前有了警惕，已經來得甚遠，
但是爆炸所造成的氣浪，還是會將我們震死的。而這次爆炸，冒出來的煙又如是之濃，當然是製火藥，或者是從槍彈、炮彈之中挖出來的火藥了。我想了一想，道，大約1磅上下。紅道，這就不可能是教授了。我們將他棄在島上時，他身上有火藥麼？我想不到紅會反問我這樣一句話。這句話，倒的確令我難以回答，因為宋父即使再深謀遠慮，也必然不會料到我們會將他放在這樣一個荒島上，而在身上預先帶上1磅火藥的。我沉吟了一下，紅又逼近了一步，道：表哥，你還有什麼話說？我只得道：紅，我暫時解釋不來，但是我堅信這件事一定是宋父做的。我又說道：宋父料到我們會來接他，他便有反將我們留在島上的機會，便想將我們一齊炸死。紅一挺胸，道：不，你完全料錯了。我不禁有些惱怒，道：紅，你為何堅持這樣說法？紅急速地呼吸了幾下，道：因為他愛我，所以他不會害我。我和宋堅兩人做夢也未曾料到紅竟會講出這樣的一句話，我們兩人徒然一呆。我心中恍然大悟，道：所以剛才你說宋父一定會回到這個島上來的，那是因為他愛你的關係？紅堅定地點了點頭。宋堅苦笑一下，道：黃小姐，或許你還不知道我兄弟的為人。紅立即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我知道，我完全了解他。你雖然是他哥哥，但是你了解他的程度卻不及我的一半。宋堅道：好，你了解他什麼？紅又嘆了一口氣，道：他是一個很可憐的孩子。慰安。紅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大概因為心情激動，忽然說了一句英文：孩子乃是直譯杯一字來的。他有着極深的自卑感，你知道麼？我和宋堅面面相覷。紅繼續道：他從小就不受人注意，人家注意的只是他的大哥。人人都有想被人注意的天性，他就以反常的行動來引起人們的注意，於是他就成了敗家子，就成了不肖的子弟。你們可知道，他對我講起這些時，真像孩子似地哭了起來。你們可又知道，他向我暴露了一個有關他個人的最大秘密。紅滔滔不絕，講到這裏，看他的情形，本來絕無突然終止的意思，但是他卻突然停了下來，因為這時候水面上響起了一陣急速之極的馬達聲。紅停了停道：他回來了。他一面說，一面向海邊衝去。我一伸手將他拉住，道：慢一慢。紅一掃頭髮，道：什麼事？我道：紅，我們在這裏隱伏下來，我要讓你看一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紅道：好，我們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他實際上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3個人一齊退出了3-4碼，伏在草叢之中。也就在這時候，馬達聲戛然而止，接着便聽得宋父的大叫聲傳了過來。宋堅哼地一聲，道：這畜生當真還敢回來？我忙道：聽他叫些什麼？我們3人都不出聲，只聽得宋父不斷地叫道：紅，問號，紅，問號，紅。我回頭向紅看去，紅雖然沒有出聲，但是眼角卻已經潤濕了。我再向外看去，只見宋父以極快的身法掠到了爆炸的現場。他在那土坑面前暫定，四面一看，突然雙腿一曲，跪了下來，道：紅，我的確是想立刻回來的，但是馬達出了故障。紅，想不到我絕對不能設想的事情出現了。在我印象之中，是襲奸詐、狠辣、鐵石心腸之大成的宋父，竟然抽抽噎噎地痛哭了起來。我們3人互望了一眼，又向前看去，只見宋父踉蹌站了起來，面上神色茫然，突然又叫道：大哥，做兄弟的又豈是全心害你？
宋堅的眼角也有淚水流了出來。宋父猛地一揮手，我們都清楚地看見他手中拿着一柄手槍，看他的情形，分明是準備自殺謝罪。我們一見這等情形，俱皆大吃一驚。熊熊首先叫道：教授！宋堅也霍地站了起來，叫道：兄弟，我們存在。但也就在他們一前一後兩聲呼喚發出之際，只聽得砰地一下槍響。那一下槍響，令得我們三個人都呆若木雞。三人之中，尤其是我，伏在地上，緊緊地開住了眼睛，不願觀看，因為隱伏在此，輪窺宋父的行動一事，是我提議的，而我也絕未想到，宋父的內在性格如此之烈，在後悔他鑄成了大錯之餘，竟會出諸自殺一途。剛才的一下槍響，分明是宋堅和熊熊兩人，雖然立即出聲，但是卻未能阻止宋父的自殺。我實是無意對熊熊、宋堅兩人，我只等熊熊狠狠地罵我，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等到的卻是熊熊的一聲歡呼。我睜開眼來，只見宋父額邊的頭髮焦了腦袋的一片，他手中的手槍還在冒煙。我立即一躍而起，宋堅迎了上來，道：黃小姐的一叫，令得他手震了一震，子彈在他額邊掠過，我鬆了一口氣，心中暗叫慚愧。我們三個人一齊向着蒸蒸發呆的宋父走去，宋父直視着我們，忽然不好意思地一笑，道：原來你們並沒有中了埋伏。我道：他們兩人差一點兒。宋父道：我想不到你們會那麼快被引到地雷之旁的，我想偷偷地回來，當你們將要推動大石之際，才來嚇咗你們。熊熊打斷了他的話頭，道：那樣就可以顯得你並不是一個無能之輩，是不是？宋父嘆了一口氣，道：是。我道：如今輪到我來提疑問了，這一磅火藥是哪裏弄來的？宋父抬頭向我望了好一會，在那一段時間內，氣氛也十分緊張，因為宋父縱使對熊熊和宋堅能恨意全消，對我是不是也一樣，卻是不得而知。熊熊道：教授，剛才如果不是表哥，我們都已成粉末了。宋父道：沒有你這句話，我也早已決定，伸出我的手來了。他一面說，一面伸出手來，我立即也伸出手去，和他緊緊地握了一握。宋堅鬆了一口氣，熊熊也面露笑容。宋父道：火藥的來源麼？說來話長，你們且跟我來。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弄什麼玄虛，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經過了這樣的一個變故之後，他對我們都已經沒有了敵意，所以我們放心地跟在他的後面。宋父走在最前面，翻過了山頭，來到了島的後面。那島的背面，臨海之處，全是岩石，也有着不少岩洞。宋父一面走，一面道：我在島上幾天，沒有事情可做，便走見了這些岩洞。因為我聽得人說過，在菲律賓海域的岩洞中，往往可以發現不易見到的深水魚。我想捕捉幾條，作為標本。宋堅忍不住問道：阿父，那麼多年來，你竟成了日本人，究竟是在鬧什麼鬼？宋父道：大哥，這件事渣們慢慢再說，但是第二天我便有了意外的發現。他說到這裏，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岩洞面前，我們四人一齊走了進去。宋父在地上拾起了一個火把，那火把顯然也是他在前2天紮成的，沿着打火機將火把點着。他帶着火把向前一照，道：你們看。我們藉着火光一齊向前看去，不禁為之一呆。只見在那山洞中，一共有着10堆十分完整的骸臂，白骨森森，十分可怖。熊熊連忙緊緊靠在宋父的身邊。宋當道：這10具骸臂，我並沒有移動過，而你們所拾到的那些寶石，連同我這裏還有一些，都是在這10具白骨之下發現的。熊熊道：
這10個又是什麼人呢？宋堅嘆了一口氣，道：毫無疑問，那是昔年大集會之後，七幫18會派出來跟着青幫師傅于廷文前來埋藏財富的10位弟兄了。于賢文在回去前，曾親將這10個人盡皆殺死了的。我心中也不禁大聲感慨，道：原來他們是死在這裏的。宋富道：這10個人顯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拾到的珍寶，當然是他們當年見財起意藏在身上的。于廷文將他們打死，卻不增手他們的身，年數一久，皮肉皆腐，也只剩下白骨來賠他們所偷取的寶石。我覺得宋富的揣想十分有理，道：那麼火藥也是在這裏發現的麼？宋富道：不錯，有基層郵報包着一大包火藥，我只不過取了其中的一半而已。他一面說，一面指了岩洞的一角，那一角上果然有一個解開了的郵報包裡。宋堅又嘆了一口氣，道：這10個人也罷，七幫18會也罷，什麼人都未曾料到，那麼旁人的一筆財富，竟會落在菲律賓胡克黨徒的手中。宋富聞言，儀色不禁一變，道：什麼？已落到了胡克黨璽的手中？這是什麼意思？我道：白旗偉以他占1份，胡克黨占9份的條甚，替胡克黨找到了埋藏在地下的財富。宋富以此不信，道：白旗偉這小子竟能參透那幾句毫無意義的話麼？我道：那幾句話在泰肖爾島上便不再是毫無意義的了。宋富問道：為什麼？你仔細說。我便將我和宋堅兩人在泰肖爾島上的所見和遭遇，向宋富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當然我們在說的時候，已經退出了岩洞，坐在浪花拍擊不到的一塊大岩石之上。宋富一面聽，一面緊鎖雙眉。等我講完，宋富仍望着大海，一聲不出。好一會，他才道：照我看來，呂家道和白旗偉兩人仍然未曾找到那一筆財富。我道：我們在逃走之際，已經看到了那大鐵箱的一角。宋富道：這紙鐵箱可能是空的。我覺得宋富的話武斷到了極點，實足令人難以同。我也不和他辯駁。宋富又道：呂家道只在4塊之間求一個交叉點，常言太簡單，得不到正確的藏寶地點。我道：可是白旗偉？宋富道：不錯，白旗偉的辦法看來是科學了些，但也太簡單。于廷文當年絕不會將財富埋在用那麼簡單的方法便可以找得到的地方的。紅紅道：我同意教授的說法。我笑了一笑，道：紅紅，愛情能令人盲目的。紅紅白了我一眼，想說什麼，但卻又沒有說出來。忽然又撲嗤一聲笑了，顯然他心中十分甜蜜。宋富道：喂兄弟，我不是個固執己見的人，你想那一句共透金芒是什麼意思？我怔了一怔，道：不知道。宋富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卻知道這句話十分重要，在見到石碑便可明白白鳳之眼那4句的意義之後，這一句起着總束作用的共透光芒，當然極其重要了。他講到此處，攤了攤手，道：但是呂家道和白旗偉的尋找正確地點的方法，都忽視了這句話，所以我說他們得不到寶藏。宋富講完，我仔細想了一想，對於宋富這種縝密的分析，也表示十分佩服，但是我卻仍然難以相信那大鐵箱竟會是空的。宋富望着大海，又道：照我看，于廷文一定早已想到，如果這件事傳了出去，會有人照白旗偉的方法來挖掘的，因此便在那地點埋下了一隻大鐵箱。那鐵箱中不是空的，便是另有東西，那東西一定表示寶物已被人取走，好叫掘寶之人灰心，那也等於是保存了真正的財物。我站了起來，道：佩服得很，你說得有理。宋堅道：如果那鐵箱是空的，白旗偉會不會遭殃？我道：
那倒不必為他擔心。如果財富不出現，他至多像我們一樣，餓上基天而已。倒是我們要設法，如何對付胡克黨徒才好。宋富道，對策我已想到了。你們在泰肖爾島上，可曾注意胡克黨徒的食水水源，是集中的還是分散的？我和宋堅，事實上都不知道，因此根本沒有法子回答。紅紅卻道，我知道，在碼頭附近，有兩指深水井，將井水泵到一個大蓄水池中再輸送出去的。宋富喜道，那就好辦了。宋堅沉聲道，阿富，下毒藥未免太狠了些，島上至少有1000人。宋富道，大哥，知弟莫若卿，你怎麼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我也覺得，如果下毒藥，將島上的1000多人都毒死，也未免太狠毒了些。但宋富說着，從袋中取出一隻小小的玻璃瓶來，瓶中約莫10多西灰褐色的藥水。他揭開了瓶蓋，道：你聞一聞。我湊了上去一聞，便有一陣昏圓欲嘔的感覺，連忙側頭避了開去，問道：那是什麼東西？宋富道：這種藥物是我從東非洲得來的，當地土人把它叫東龍尼尼。我立即道：那是在地上打滾的意思。宋富以極其驚訝的眼光望着我，他雖然沒有出聲，但是他的眼光無疑地是在問：你怎麼知道？我當然是知道的，因為我心通各地語言之故。他又道：這種藥物放一西西在靜止不動的溪水中，便可以令得來這溪水飲水的動物盡皆軟弱無力，倒地不起，只能在地上打滾，至少3日，等於是大病一場，失去了自衛的能力。要令得島上胡克黨徒盡皆大病，只燒3-5西西就夠了。宋堅道：但未必人人都在同一時候飲用有了毒藥的毒水的。宋當道：這東龍尼尼的妙處便在這裏，否則中國的巴豆不也一樣麼？東龍尼尼能使得服用了的人在2日之內一切正常，而2日之後方始發作。我想2日內所有的人總不能不飲水，而我們下毒之後等上4日，先病的未曾復原，後病的也都已發作。泰肖爾島就是我們的了。紅紅道：我不信，你剛才說非洲土人是用這種藥來捉野獸的，2天後才發作，野獸早就走遠了。宋富一笑，道：你知道什麼？野獸是有巢穴的，在巢穴生病，只要找到巢穴，便能捉到，還不容易麼？我忙道：宋兄既然有東龍尼尼這樣的妙藥，我們事不宜遲，該再到泰肖爾島去。紅紅第一個大為興奮，道：對，再到泰肖爾島。我笑道：紅紅，你可是嘗到甜頭，以為這次再去，便又能成功？紅紅打橫跨出了一步，站到了宋堅的面前，道：不是我自己誇口，我和教授2人合作，你們全不是敵手。那25塊鋼板，不是落在我們手中了麼？我道：宋兄弟，那一次你和紅紅合作，居然能勝過了那麼多人，當真不容易之極。宋富笑道：那全是沾了我和大哥生得一樣的緣故。好幾次我和你在一起，你都不知道，有幾次我幾乎和大哥碰了頭。紅紅躲在山洞中，卻是什麼事情也沒有做過。別聽他吹牛，我想起宋富在那荒島上幾次3番要害我的情形，心中仍不免有點恨意，因為我那時如果一時大意的話，如今早就進了鬼門關了。但是如今宋富既然和我們言歸於好，我也不便再記這些。紅紅叫了起來，道：教授，你這樣說法太不公平了。我們全都笑了起來。我們一齊來到了海邊，登上了快艇，發動了馬達。快艇到泰肖爾島的時候，我們便停了下來。等到天黑，我們4個人才找到了一個小子，向泰肖爾島上而去。